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8月11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初心。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第18线有一台车烧正路，煞甲游览车相撞，拢总10个人受伤。南部山区涉大水后，高雄桃园甲那马乡30大水防山警戒区，拢总撤走1200多人。本地要去北角的港东大游行，警察说干那温顺因伫固定的所在汇集，民众是真批评。观众朋友，赛车真正爱守规矩。嘉义阿里山区第18线这搭有一台车烧正路，驶对面向的车道去，摔弄到拄要落山游览车。乘客是拢无下安全带呢，双方拢总有10个人受伤。加在因接受治疗了后，已经出院了。警察伫现场指挥交通，因为阿里山公路拜日中道落雨大风，一台游览车甲修路车对撞，车头受损严重，停伫路，就惊个车无细致对撞，另两台车顶悬各有5个人受伤送医。现场以后发现，现场总共有10名伤者，其中5名是自小客车的驾驶与乘客，另外5名是大陆籍的游客，分别位于在游览车上面。10位受伤的人，大部分受到挫伤或者是离伤。按过警方调查，除了游览车司机，大部分拢无绑安全带。好在在治疗了后，拢出院。而事故原因，游览车司机表示，好亲像修路车超车行驶对向车道。这个施工的地方，而且它前面很多车子，我也正在会车啊。对。然后他就直接跨越双黄线，就直接跟你对撞了。对啊，他那个弯道过来就。详细事故原因，警方爱去调查。而游览车顶悬载是中国江西旅游团全团16人，5人车祸送医。旅行社已经另外派游览车过来接村的人，继续环岛行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政治的消息，2020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是真胜。总统蔡英文去台北市、新北市5间庙参拜，甲民众发声，予伊连任的机会。现任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陈鸿昌是真挺蔡总统，佮大力甲韩国瑜批评。蔡英文伫咱台湾的守权主权一定守会牢。历史时，总统蔡英文一再强调，只有家己才能守住台湾的民主甲主权，互台湾袂成做第2个香港。蔡总统假日无休困，规工安排到上8个庙寺参香。伊伫第一站泸州英莲寺致辞时，拍出政绩牌，请民众互伊连任的机会。有蔡英文伫，咱的经济会继续发展，咱的社会福利会搁做更较完整、更较贴心。咱国家的主权一定守会牢，安尼好唔好？好。我要拜托大家，我互蔡英文4年，好唔好？英莲寺主会前国民党立委的陈鸿昌致辞时，力挺蔡总统，互人行一条，质疑国民党目前提名参选人韩国瑜，互人烦恼，所以下摆唔知要安怎去教囡仔。怎么可以提名一个整天打麻将、整天吃喝玩乐、可以抱女人？可以当总统，那以后我也要这样。有部分党派，敢若爱台湾的人，甲互咱的台湾会使徛好在、徛好调，会使保护咱世世代代的人拢有的民主自由。对陈鸿昌言论，媒体事后问陈鸿昌，总统大选会支持3人，假使韩国瑜也来参拜，是不是背叛？陈鸿昌只讲也祝福无应加讲，因为陈鸿昌也是现任国民党中评委。对此，国民党表示已经爱地方党部进行了解，新北市党部强调30号评议结果出来，会马上送到党中央，予陈鸿昌适当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有者讲，陈鸿昌当总统蔡英文的面批评韩国瑜，去南投参拜的韩国瑜回应讲，即摆伊已经无共啊。另外，郭文哲嘛讲话咯，讲伊会找时间甲郭台铭、甲王金平见面，推敲联名的代志。这3个人敢有影要合作，咱伫8月中旬就会当知影咯。面对2020年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甲高雄市长韩国瑜竞选动作愈来愈积极。甲蔡总统同款，韩国瑜也是选择到南投参拜公庙。对永联市主委现任国民党中评委陈鸿昌的批评，韩国瑜回应，即阵的伊已经是无共款咯。
多次我都承认，我年轻的时候在立法院自己曾经放纵过，但是那已经是20年前的我了，也是17年前的我。今天的我已经不一样，所以陈鸿昌委员可能对韩国瑜的记忆，还是在20年前的记忆。对着台北市长郭文铁是毋是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结盟，韩国瑜表示祝福，也希望两个人永留伫国民党。而甲蔡英文、郭文铁两个人一直行公庙接地气来比较，拄组党的郭文铁也是一直伫拼第三势力的整合。确实利用假日用骑脚踏车方式来到民进党大票闯台南参拜10间庙寺。我老实讲哦，3个都是大忙人，也许给3方的幕僚去安排一个时间吧，这个要有时间地点，要谈什么，大家先想一下，一起坐下来，大家谈一下，对整个局势交换一下意见，也是应该的，所以好吧，我们就去排一下时间吧。郭文铁坦白讲，会找时间甲郭台铭、王金平两个人见面。根据了解，3个人是毋是合作，会伫8月中旬定案。对此，郭台铭办公室回应，即便是对中华民国好的代志，拢未反对甲各方来进行检讨。至于是毋是留伫党内，伊是强调，郭台铭将来就无对党内党外这种思考的方式来考虑甲党的感情。这款的问题是甲郭台铭看轻了。记者综合报道。西南风水气上过巴田地区南部的山区，下几若天的大水雨，高雄桃园甲那马省有30笪风列做水崩山警戒区，拢总摕走2200外人。现此时，桃园第20线轻河到复兴，阁有第29线那马省到5里埔这笪会先封起来，避免意外发生。溪仔水一直冲流来，高雄山区一直落大雨。桃园区的老夫人溪对拜六水满到接近省道路面，19条溪流也达到土石流境界。拜六暗时开始，区公所陆续到7个里去撤离民众。哦，先上去嘛。如果明天没有的话，你再下来了哦。为民众到亲戚朋友因兜住，围困伫社区的安置中心，加上南马下区到礼拜三起有1256人被撤离，不过雨也一直落。桃园的群河里第4轮连外道路路基放弃，交通中断，内底20外户无法出入。一个掏空下线是有走山的危险，我们早上有前往做封路的一个动作。其他路段也不时有石头落来，区公所调降4个呼吁民众唔通出门。也不过早起在南马下往嘉新的台29省道有更加大量土石放落来。高雄市政府9点05分紧急宣布，南马下全区停班停课。下晡，副市长李树川也召开防灾会议。早上我也指派了我们公务局的局长，现在到桃园跟那马夏，我们刚给他这个2倍金1600多万。那当然，我们在这一个大雨完了以后，我们会尽速赶快来把它完成。港务段虽然在中道抢通第29线，不过因为落雨造成土内底拢是水。暗时7点到第二天早起8点，桃园第20线、昆河到复兴，加第29线、南马下到5里埔拢封闭。市府也讲，山区伊嘛也是爱来防范落雨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即马热人若要耍水，就要较斟酌咧。伫台中西屯，讲是亚洲第一间室内畅水旅馆，有男性伫今仔日中昼伫做畅水训练的时所渡水，随望教练随甲人救起来，紧急送病院。现此时也是搁咧插管治疗。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将渡水的姓张查甫人送去。虽然生命现象稳定，不过意识无清，到病院时昏迷指数7，赶紧插管治疗。先经由紧急插管，借由呼吸器的使用，然后有做电脑断层检查，目前没有发现脑部有一些异常的状况。代志发生伫拜日中昼，台中西屯一间畅水旅馆，这查甫人正甲2个朋友进行自由畅水训练。不过要结束课程时，2个朋友先上岸，这姓张查甫人搁跳回水中，畅等于11公尺的深度，并教练发现唔对，赶紧跳落救人。我也是来关心的，真的、哦。对。你没有在里面自由潜水？我也不知道状况。警方事后了解，这查甫人有畅水证照，也有真侪摆畅水经验。到这间市区的畅水旅馆，好亲像无注意到深度，佮加上过度换气或者是过度禁气，致使造成了昏迷状况。
身体状况也有可能影响，或者是他憋气的时间也有可能影响，那或者是他在潜水的时间过长，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含氧量，那可能就会在后段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 BO 的现象。官方人员强调，畅水池的深度有21公尺，这查甫人到11公尺的所在发现唔对，第一时间赶紧启动急救，也透过教练进行 CPR。当时都有人员伫现场，目前也伫进行低温疗法，确实事发的原因，要透过调查小组进一步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嘉义，伫嘉义民雄，唔知是向只歹心歹行，用农药投死12只狗仔。嘉义动物守护协会按算，这人应当是想要甲流浪狗偷死尔。哪会知影连有主人的狗仔嘛去算断着？协会嘛提醒讲，若有流浪狗的问题爱处理，就通报，才袂违反动物保护法。倒地涂骹一直救紧，民雄顶两村长厝内底饲的狗仔，伫甲厝内底人散步倒来了后，就发生安尼代志。好佳在经过紧急治疗，即摆已经无什么要紧。他状况目前恢复的大概70%，对。可是我们目前还是把它链子还是不敢让他出去的，因为相信那个毒物还是在那个马路旁边呢，还是有。啊，死啊真正做唔甘的，啊我某逐工安尼靠甲安尼，我看到足艰苦的。发生毒狗事件顶楼边的路，大家常常出入入，甲带狗散步，才会遇到厝内底所饲的狗仔。附近人表示，流浪狗有时走进农田或者是鸡舍内底破坏，确实造成一寡民众困扰。在他们读的前几天就已经有先贴出告示哈，手写版，那就是说警告说现场不要说在喂养流浪狗，那不然的话，那就要来把它们毒杀。这1-2个月以内哦，村庄有一些养家有养鸡的吼，然后有被那个野狗抓伤还是死亡的现象，所以大家猜测是说可能是养鸡户这样子。这毒狗事件造成7只流浪狗甲5只厝内底饲的狗仔死去，目前拢并伫防疫所内底等待检验。动物守护协会提出呼吁，确实流浪狗问题应该通报相关单位来抓，千万唔通伤害动物，才袂去犯着动保法。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进展。本地伫今仔日下晡要前往北角的港灯大游行，警察宣扬过允准因伫固定的所在汇集。民众批评香港的民主有影是倒退路，上尾民众该对铜锣湾闹热的所在去占领道路地区交通是袂定袂当。行动伫下晡点外开始，主持人先带大家静默1分钟，游行改为静态集会，穿着乌衫人到维多利亚公园脚球场。现场挂着白布条啊，继续诉求，撤回恶法，痛心疾首。对警方强制减少集会形式，民众不满民主倒退路。政府要我们接受在这里，变作我们只能够在这里发声。你会不会觉得不合理这样子？当然是不合理了，这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反对我们的游行。我觉得他说我们会扰乱市民的生活，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个信任出来。另外，也有留一批香港人拿着英国国旗，表示香港当年伫英国统治之下，虽然无完美，不过香港回归中国后，伊感觉自由民主拢伫消失。伊参加真济版游行，高度怀疑中国势力已经涉入了警方。97之后呢，回归了之后呢，就港共政权呢一直在破坏我们的核心价值，就现在搞到香港根本你看不到有什么前途可言呢，就是被共产党利用了，都是比如说法治，你看不到的。集会了后，民众是不是自发游行到有定目的地北角？主办单位表示，民众离开了后行为不是因负责范围之内，不过万一发生冲突，呼吁警方爱保护市民，唔通去互暴力威胁。我还是出行警方，做他们的本分，好好处理这些地区的黑帮、这些附近帮，还有元朗的那些恐怖分子，我会说，而不是打压市民，进行自己游行和示威的基本人权。
这一场在港东的集会呢，在下午4点多就结束了。不过结束之后呢，陷入热烈的讨论，大家在讨论是否应该要前往预定地北角，还是前往热闹的铜锣湾。不过最后呢，主办单位还是提醒，如果民众没有这个足够装备呢，最好就不要前往危险地方。以上是记者林门吴家宝我们在香港的采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搁在滚甲，台湾 NGO 团体招300个民众摆出 Free Hong Kong 甲香港斗战声。香港青年嘛发声讲，香港若失去法治的基础，就算太好野嘛无卡抓。对关的所在看落去，大大的 Free Hong Kong 的里边仔有台湾地图加穿黄衫的人的标志。台湾 NGO 加性别团体下晡集合300位民众，伫华山大草原用人摆出礼样来支援香港反送中运动。长裙的香港女性，她抗议者，她在天水围的时候遭到超过5名的男警强行的抬离现场，她的双腿被张开抬起，她的裙子内裤被连带的扯下，导致走光，谴责香港警察滥用暴力，尤其是应该要停止对女性抗议者的性羞辱的低劣行为。性别团体谴责香港警方暴力镇压，连女性示威者也无放过。香港编社青年也到现场，讲到香港法治民主已经受到侵害，失控的警权暴力，让香港人一直行上归路，来追求民主自由。民间的不合作运动，目的是要瘫痪劳动力及交通的功能发挥，形成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影响。凸显港府与中共的管制失当，不是建立在民主、自由、法治上的经济成果，很可能只是泡沫。对于个人来说，没有法治的保障，再多的财产也难保在一夜之间通通被消失。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2个月啊，冲突抗争也阁一直发生。台湾隔海来支援，以行动支持香港保护民主、争取人权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洪泰，你起码行对中国去，甲浙江省长甲真险，尤其伫永嘉关这搭有放山比的水涨起来，第22个人死。你起码按算伫永暗会继续上北对山东遐去，一声对中国有影势接来咯。把他破坏了，跑！救援人员利用锁啊，甲灾民救出来。雨水是串流，看起来是真危险。李基马洪滩转向拜六在浙江登陆，带来强风大雨，结果大淹水，人甲厝拢泡伫水内底。手要扶好啊！有消防人员出动抢林船在宁波区搜救。洞桥镇里面的这个大部分村子就是都被淹掉了，就是大概是现在是目前是过膝，甚至到大腿根部这么个深度。淹过水淹过脚头虎也毋是上凄惨的。浙江省永嘉县岩潭镇山楂村对空中看落去，马路甲田拢泡伫水内底。离金马风台带来大雨，山放落去形成放山湖，而这个湖尾也阁放开，上百位民众被火走，造成至少有22个人死亡。约120人被洪水围困，因水势上涨太快，堰塞湖又突发决堤，导致部分村民来不及撤离，出现人员伤亡。灾后现场四个拢是烂土，也阁有冲倒去的厝，因为也有人员失踪，消防队详细检查，看是毋是有人跌伫下骹。离金马风台伫浙江、江苏、上海总共造成417万人受灾，10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交通也受到冲击。中国国内航班有3000班次取消，而且有计这个风台伫暗时也登陆山东，伫东北地区带来大范围的大雨，互当局是赶紧要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互人查出讲用金钱束缚未成年的少女，佮甲因侮辱的美国好野人，互联邦收押了后，煞伫监狱掉头自杀。美国政府即马已经开始调查了。伫听到美国大好野人爱普斯坦伫全国戒备上严密的纽约大都会矫正中心内底掉头身亡，受害者拢感觉着惊。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发表声明表示震惊，佮讲这是司法部门的失败。爱普斯坦的公庙就伫拄啊得到最后一笔大新的交易。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进行全面调查，佮讲爱普斯坦安尼做对伊未免伤过班宜。The federal authorities could allow something like this to occur under their watch. 66岁爱普斯坦是伫牢房内底被发现无意识，即摆是因初步判定自杀成分较侪。伊顶个月提出交保被拒绝了后，也发生过一摆倒伫牢房内。
Epstein had previously been on suicide watch following another incident a couple of weeks ago in which he sustained injuries to his neck. The authorities were already investigating how he came to receive those injuries, and at that point in time he had been placed on suicide watch. Today, Epstein had been removed from suicide watch before he was found unresponsive. 爱普斯坦是伫顶个月6号被抓，面临性犯婚未成年少女甲涉嫌强谋、性犯婚未成年少女2项罪名。 A day after more than 2,000 pages of records were released in a related civil matter, including several explosive and salacious allegations involving Mr. Epstein, and several prominent world leaders, American businessmen's names also emerged in those documents. 爱普斯坦是美国有名金融家，甲现任美国总统川普在内顶政商名流有来往，而且被讲到有4个人拢伫爱普斯坦被抓后，拢讲甲无啥物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传承较早掠乌鱼的历史记忆甲渔民的辛苦，云林市泡资料社区探讨来是甲大学生做海上的竹排啊，毋但传承地方的历史，嘛正做社区观光的新体验。过去老一辈的渔民带领学生破竹用火烘竹啊，佮将竹啊排好绑个絚，每一个丁上拢是纯古法手工制造的竹排啊，现在已经真少看，为了要找回历史记忆。 云林市和布资料社区探讨后来期间，要教大学生做过去的竹排啊。他只有教我们过程，就是过程，但是每个步骤都有学。最喜欢削那个竹子皮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没有尝试过，然后这次试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即摆无咯啦，即摆讨海人老的就老啦。 少年的袂晓啦，哦，咱咧学习咧，用摆给咧讨船啊，啊那你会知袂？那出去放哦，出去，用摆较早无这鱼缸哦，用光的呢。社区人员表示，过去在地渔民每届同齐前后，拢有来捕捞乌鱼，但因为海岸限村路一段距离，会暂时伫沿海沙洲搭乌田寮休困。在塑胶牌还未普及时，50年代当地掠乌鱼的运输工具，就是用竹仔做的竹排啊。 我们透过这一个记忆的传承，让大家了解就是我们在地捕乌鱼的一个文化跟它的一个生活，希望可以把这个文化去做一个传承，那同时也去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记录。文化处表示，乌田寮和竹排啊，拢是过去布资料重要记忆和文化，现在透过社区的民众来教学生制作，做伙完成竹排啊，并举行下水的仪式，唔但当延续传承地方的历史，未来嘛将伊列为社区观光的体验。 记者有林报道。台湾有袂少关山，因为海拔悬，所地有节啊出日头、节啊落雨的风景。南投信义蒙古地区海拔才1200公尺，都有安尼的景致，观众朋友，趁即摆后来有闲，会当去遐行踏。 山区天气变化真大，因为海拔悬低差真济，定是当出日头，随搁落大雨。毋过云行了真紧，又搁变好天出晴。南投信义万高地区海拔1200公尺，都这款变化无常的景致。短时间内你可以看到太阳出来，刚下过雨，太阳又出来，云又过后又有彩虹，有时候又经过半个小时又下雨。 万高地区伫新中型116公里的所在，地理条件真好。伫咧淡友兰溪溪谷上悬的所在，对景观平台看出去，天气好的时阵，上远会当看到一级大山。热天平均温度差不多25度，是休热佚佗的好所在。其实我们这边往塔拉加新中横这个路线也不错了，我们可以到就是信义的那个琉璃光桥嘛，可以到草坪头，气候。 不输溪头了，有些营造的地方像溪头啊、阿里山，很刻意，那很多观光客就会挤在那边。其实可以顺路往新中横这边走，这个温度是其实比在家吹冷气好太多了。台湾有真侪正水的高山，休热期间无想要人客人，会当到万高避暑纳凉，欣赏好天落雨变化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歹也是好，听雨欣预报讲清楚。 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3度；
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吴欣，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台湾的海洋的故事真多，若是我有这个机缘，我会当行海岸安尼行一年，咱是毋是把全台湾的海边啊发生的代志拢知影？你当鱼啊，是离咱日据时代，迄个鱼甲肉拢关节，所以你拄爱发甲伤大声。有影吗？南面就去到日本。所以我应该毋是即马坐伫遮吼。请准时收看报道歌厅。大家将上一时来咯，动作小慢啊，艺术嘅伴随正统，我也是赶紧铁衣，联手牵连，大家将无心，便直接判死刑，艺术嘅不服，什么话？为大家将调停，上次先生嘅报答机会咯，有效，一册新部门，上部门嘅小经典。这是封闭已久的有界之口，罗网水屋内中性别天警、地警、小警，将吸收到此有界之口，吸入的真实恶业，成为群魔苏醒之源。这所有的相册，光会做人所真心想练习性，连两人的胡言乱语什么，将会为。盼和少风醒了吗？